在我国西北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这里扶阳、沙漠、古庙、湖泊起步、航天城、居延遗址、峡谷、岩画、奇石交相辉映。这里是凡间的圣境，是心灵的净土，是英雄追梦的地方。这里是苍天般的阿拉善。贺兰山下沧海桑田，曼德拉岩画记录了阿拉善先民远古的生活样貌，堪称美术界的活化石。甲渠塞出土的居延汉简、玉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遗书并成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4大发现。而几近被黄沙淹没的黑水城，作为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勾勒出西夏王朝辛酸的背影。号称塞外小北京的定远营，则寄托了边塞与京城扯不断的牵挂。壮美的地质景观，丰饶的自然资源，让阿拉善别具神秘魅力。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3大沙漠构成世界唯一的沙漠地质公园——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位居世界第4大沙漠的巴丹吉林是其核心。巴丹吉林沙丘绵延，如波涛起伏，被誉为是上帝画下的曲线。秘鲁图峰海拔1609米，相对高度500多米，堪称世界沙漠珠峰，气势巍然壮观。巴丹吉林是世界上最大的鸣沙王国，从坡上滑下，轰轰作响，如雷如鼓，响彻天地。干裂的神泉和静谧的巴丹吉林庙，给这大漠瀚海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腾格里沙漠是另一番奇特的景观，通湖湿地草原，民族风情浓郁；月亮湖水草丰茂，芦苇摇曳，将人带回休闲惬意的悠然之境。与不远处的天鹅湖遥遥相望，如娟秀的姊妹花，映衬着大漠的豪放。这里更是世界规模最大汽车嘉年华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的永久举办地，还将成为世界航空旅行家的逐梦之地。奥伦布拉格、海森楚鲁、额日布盖3大峡谷都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峡谷蜿蜒幽深，奇峰突立，令人意趣盎然。人根峰更是飞升海外，近30米高，与峡谷中的神母洞遥相呼应，祝福人类长长久久，生生不息。阿拉善胡杨林的故乡，是世界现存的3大原始胡杨林之一。深秋时节，秋风萧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却兀自盛装。穿梭在胡杨林中，心情的舒爽难以言表。而登高远望，金色的胡杨林如潮如汐，漫及天涯，更堪称奇观胜景，令人流连忘返。这里是摄影家的天堂。阿拉善民风淳朴，人杰地灵，长调悠远深沉，呼麦高亢激昂，马头琴如泣如诉。声名远播的烤全羊，特色鲜明的驼香手工艺，英雄辈出的那达慕大会，无一不传递出浓郁的民族风情。行进在阿拉善，到处蓝天澄澈，祥云朵朵，空气清新，一派宁静祥和。坐落在阿拉善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更是中华民族飞天圆梦之地。
天宫号与神舟号在这里并蒂双飞，让阿拉善再入史册。阿拉善物华天宝，千般玛瑙万种玉的阿拉善奇石克隆世间万物，惊世骇俗，绝妙无比。小鸡出壳，创世界之最。中国观赏石之城阿拉善，享誉世界的奇石集散地，吸引着来自海内外奇石界青睐的目光。阿拉善持续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逐步构筑大沙漠、大湖洋、大航天、大居延、大民俗5大国际旅游目的地，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苍天般的阿拉善，是吟咏岁月的诗篇，有沧桑演绎的绚烂，在宁静中歌咏着传奇，铸造着辉煌。